后来最近因为天气湿冷，真侪人的厝内会开除湿机，或者是电烧器，提醒乡亲使用电器要小心。根据着消防署的统计，今年1月到11月，因为电器的因素引发的火灾，都2600外件，是火烧厝的第1名。咱嘛为大家整理着使用电器正确的方式，做伙来看。放伫咧电暖炉的面筋烧起来。 电线嘛熊熊着火，这个所在若是无注意，都可能发生火烧厝。大火烧甲真严，若着火原因拢是因为家电电器引起的。根据内政部消防署统计，今年1月到11月火灾，其中家电引起着火都2626件，这是上极快的。若最近天气湿过冷，想要开除湿含暖气，有啥物爱注意的？用电不得超载，电线不捆绑。 消防署特别翕宣导影片，教大家安全使用家电。插头莫插伤济，电线莫绑做伙，插头边仔莫捌着水。电器要用时阵，就莫插电，搁有边仔莫放会着火物件。另外，使用电暖器，嘛要知影要插伫倒位。电暖器它属于高功率的电器，那个插座要属于专用的插座。要使用除湿机，莫挖壁收紧，你收紧后壁消防地无都散开，可能会烧起来。另外，电器嘛要接保养、修理。 掉垃圾的所在，嘛要切割清气，这个做法会当保护家电，互电器较袂要紧歹去。